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下面时代头先就来报你知。第一天召开法说会，唔但公布好成绩，也调关今年的财政预测。另外，国安基金护盘大股有起，不过专家认为这护盘时间点受过早。指挥中心这期新北市所写的恩的案件报告，不过这个新北市政府也要求指挥中心要公布1911讲的内容。7月10号开始呢，国内旅游补助上限1300块，地方政府也增加优待，而且业者也推出大续费方案。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7597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231例，这死亡个案有89人。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对今仔日开始，这台湾民众或者是有居留证的外国人，也搁来到台湾办婚姻基本的旅客，上婚姻期进前呢，拢免提供 PCR 阴性报告。伫桃园机场入境的旅客排队等要做检疫，人潮明显变较济。咱国边境检疫为14饭点开始放零，只要是咱国的民众，或者是有居留证，甲所有来台湾转机的人，登机进前拢无需要 PCR 阴性的报告。不过入境了后，要需要做拿后喙暖的体检，而且维持3+4检疫的时间。觉得这个政策好吗？不看的。觉得各有好有坏吧，有就是多一层保护嘛。因为本土疫情持续转好，所以放零边境。14摆是新增加27597例本土病例，比前一天减8%。中重症有231例，死亡的有89例。另外一个是台北市一个80多岁女性，5月初红判定确诊死亡。不过指挥中心5月底才开放快筛阳性等于是确诊的政策，所以排除伊染疫死亡。加上今年确诊定义修改了后，头一个排除染疫死亡的个案。并没有说我们有通令说各卫生局要去回溯哈，这应该是各卫生局自己有本身主动去想要再了解。咱那台湾头一个高主的个案，因为伊跟片还未完全流落来，所以持续在院观察当中。酷热的9月接触者感情的时间到14期满，嘛拢无出现症状，社区的风险暂时会当解除。他的接触者目前也都没有症状哈，所以他的确是今天是健康监测的最后一天。那目前社区应该是没有什么风险。针对外界质疑讲，民众群体免疫敢若会当冻到8月中，恐惊无法度对抗 BA.4 甲 BA.5 一群社区的问题。指挥中心强调讲，已经有7成的民众注过3档疫苗，部分的族群嘛开始注第4档，佮加上感染了后，体内自然产生的抗体，民众的免疫力应该会当持续一段时间。就算8、9月的时阵，会有一波无算介严重的疫情，不过到时压悬的幅度应该嘛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召开法说会，那公布好成绩，也调悬今年的财政预测。因为总裁魏德嘉表示，这客户开始降价库存，预测这半导体库存调整可能要几落季才会当到正常水准。就算明年会受到这库存调整的影响，因台积电也是会当维持正成长的。将以台港的大公司台积电14举行法说会。为公布上新的财报，会当看到今年第二季合并营收差不多新台票5371亿4千万，税后纯利润差不多是新台票2370亿3千万，一股赚新台票9.14块。台积电第二季毋但利润创下新高，嘛调悬今年的财务预测。总裁魏德嘉表示，虽然客户降价库存，不过今年美金营收的成长可能会当为原本预估的30%增加到35%。We are confident to say 15 to 20% CAGR is achievable. 魏德嘉表示，客户开始降价库存，按算半导体库存调整，可能要几啊季的时间，才会当恢复到原本的状况。明年就算库存调整有影响，台积电也是可能会当维持成长。三奈米伫今年下半年量产，而且明年顶半年会贡献营收。也若美国起工厂成本的方面，董事长刘德英讲，这间工厂的成本确实是比按算较悬。We are still in the construction stage of the fab. And during this past 2 years, we found that the labor cost in the States is higher than we planned. And also, some of the COVID supply chain interruption also was unexpected. 台积电法说会举行进前，外资已经连续7天买超，14开盘了后，股价原本8到463块，盘中豆豆回升到平盘以上。伫法人说明会进前收红，中场是起4块半，收伫475块，起0.96%。记者综合报道。
国安基金宣布进场护盘，这第二天台股就出现起起落落情形。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增加到9.1%，是这40年来上界悬的。美股三大指数是落落来，则是台股开盘了后要对咧落。不过有国安基金出手，落尾收在14438点，起114点。不过有真正的这国安基金委员表示讲，这进场护盘的指标是爱看这个台股出现非理性的落价，而且全世界的情形拢是安尼，资本就会落，因为这国安基金护盘了上过早。就是真的超跌了，进场稳住一下人心也是可以的啦，毕竟年底选举快到了。不少台股投资散户乐见国安基金进场护盘，认为最近不少个股操盘，信心面已经全无，需要政府介入经济大盘。也毋过也有民众认为，根本就是这边劫富，那台股帮盘这四大基金拢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没有意义啦。钱再多放进去哦，它也是一样照跌啊。说没有看好股市了。国安基金宣布进场第二天，就拄到利空冲击。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9.1%，创40年来新高。这时台股开价行价，盘中抹破165点，也毋过伫国安基金导力之下，中期尾收伫14438点，起114点，成交量是2090亿。本来以为股债应该都双跌，结果没想到股市拉了一个长下影线。债市反而上涨，国安基金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暂时脱离破底的风险。观察2年来，国安基金进场护盘时机，包括这摆护盘有8摆，前7摆指数拢伫万点以下，只有这摆伫13950点宣布进场护盘，高投入金额达到5000亿。进场时机互人争议，前国安基金委员屈准英也认为收得急。在这个时间点就进场护盘是有点操之过急的。如果一整个礼拜台股都是全世界跌最深的，那我们再来考虑这个问题，恐怕也不迟。屈准英表示，国安基金委员会成员除了各部会官员，也有各政党代表判断，什么时阵进场护盘的唯一指标，都是出现非理性落盘。那无法度取得共识，最后投票决定。另外，金管会也对国安基金护盘鼓励企业实施扩张股，提振市场信心做侪，同时也放令对缴担保品范围减缓大盘被压，用2大招救股市。记者综合报道。安尼的案件争议扩大，新北市政府可能即日延误就医。指挥中心要求新北市政府提交调查报告，暂时公布这个报告的疑点，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内，拢了解有生命危险，都应该直接派救护车。嘛，否认需要卫生局评估同意才派救护车。不过消防局伫安尼的案也是真侪该联络卫生局订求同意，也甲卫生局甲消防局无联络专线的配套，搁加速消防局联络袂到卫生所。市政府恢复人员拢讲有值班，专线服务人手不明。这个新北市消防局在119在接到这个本件紧急状况求救的时候，还会多次的联系卫生局，那征求其同意的情形，那显有矛盾且不合常理之处。指挥中心表示，报告有无合理的所在，会阁要求新北市政府说明，也会将新北市政府的2个回函甲指挥中心的意见提供予监察院调查参考。不过新北市政府否认报告有矛盾的所在，表示迄个时阵按照中央的指引，消防机关执行后送任务进前，爱先确定有收治的病院，安尼无救护车准讲载着患者，嘛无病院通收。中央是直到恩恩案之后，内政部消防署在4月17号才有通报，要求各县市消防局不必确定有接收医院，应该立刻派遣最近的车辆，着标准防护装备前往。为什么要赶快同步出车？原因是因为意识昏迷的病患，他在救护车上可以有高级救护员做一些紧急的前期的处理，这个跟找不到医院收治是两码事，所有事情都是同步进行。新北市政府甲中央一直对呛，再一次声明，中央是伫恩恩案了后，才通报要求各县市的消防局唔免确定有接收病院，应该立刻派遣上近的车辆前往，也要求指挥中心应该同齐公布1922通话过程，互外界了解事件的头尾。恩恩的爸爸是批评新北市政府一直讲白贼，也指卫生局乃至讲有防疫专线，也甲各单位拢有联络的管道，是安怎卡互消防局拢卡袂通？希望新北市政府正面处理，公布事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卫福部长陈时中准备要落任代表民进党选台北市长，陈时中认为台北的发展出来点气是真唔甘的。国民党的
台北市参选人的这个蒋万安也认同这款的讲法。不过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却回应讲，和人民伫咧药局排队买喙安抢疫苗、抢快台汽车，这是真正唔甘。另外，新北市的部分，这林佳良甲侯友宜因为南口交流道议题，两个人有无同款的看法。得到民进党定调参选台北市长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已经提出辞呈，再去参加最后一届行政院会。家己讲2年外的防疫表现有及格，伊也再次出声明，政务官是长官任命的，无虾米落跑的问题。没有落跑的问题了。视频的分数，我自认是有及格，不过这个分数到底多少，那还是要由大家来做公平。陈时中的竞选团队也渐渐入位，接任竞选总干事的吴思瑶证实，立委庄瑞雄、林草英会担任发言人。陈时中参选，甲炮火对准首都规个发展拢停，为这个代志感觉真唔甘，佮互对手蒋万安、黄珊珊有话通讲。台北市的发展在这几年停滞哦，我想这个是所有台北市民大家共同的感受，大家应该要共同努力，而不是互相的互踢皮球，让人民在药局门口排队。买口罩、抢疫苗，然后还要买快筛剂，我才觉得不是。民进党画双白双箭头，五望双强联手。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良下晡前往一台交流会调剂安倍，佮因为南口交流道的议题，引起林佳良甲侯友宜的战火。尤其侯友宜强调，建设甲林佳良无关系，互林佳良感觉真意外佮艰苦。令我比较难过的地方，不能讲说就是说。过河拆桥啦，至少不要准轨最无魂。我们就事论事，把事情的原委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的关系都不会改变的。侯友宜表示，人民公仆甲代志最好是应当的本分，家己讲的嘛是事实。林佳良强调，建设无分党派，选举是一时的，无希望将侯友宜的友谊和选举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桃园市长的选举，国民党张善政质疑林志坚的论文有可能出现一个无老实甲信用的问题。林志坚也回应讲，这款无影无迹的抹黑，拢会来提告。另外，民众党的罗香玲中昼去到桃园火车头会勘这冷气故障的问题。来讲到这宜兰县长选举的部分，总统蔡英文今仔日甲民进党的江聪恩直接去到林祖庙的大本营罗东，甲民众拜票。林祖庙也讲，这选民会知影啥人是有伫咧做代志。国民党同市长参选人张善政6月底确诊，出关头一行程到8地参加张氏中青协会成立大会，嘛无袂记咧批评民进党的林志坚论文有诚信问题。第一，对于政治人物来讲，诚信比学问重要。第二，我讲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心里面那把尺。会陆续的收集相关的资料哦。那如果有不实的指控哦，那我们都会这个有法律的行动。对于那样持续攻击林志坚2本学术论文，质疑有无聊甲中华大学施加压力。林志坚强调家己清白。桃园选前3卡都，民众党罗香莲会勘桃园火车站冷气故障，现场实测35度的高温，干那修理就需要200个工作日，要求代替爱赶紧改善。相关的预算或者是需要说怎么样去再2次的进行协助加速的话，还是要请部长尽速的来协助。代替表示，下督促厂商，即马暂时保强通风降低站内温度，但是依然选前也当伫加温。欢迎我们的大家长蔡英文。总统蔡英文受邀请参加天主教联谊会来台湾70周年活动，随后前往罗东镇南宫参拜妈祖，替民进党参选人江聪燕。高铁延伸以南，拄开始向总统签完的时阵是955亿，甲核定的时阵是1880亿，总统照单全收。谁在做事，谁没有在做事，相信大家都知道哈，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也希望呢，总统能够帮忙我们宜兰县的各项建设，这个比较重要。林祖庙较早捌担任过罗东镇长，蔡英文、江聪燕拜庙行程不只有抢攻对方票仓的意思。记者综合报道。
健保调悬部分负担新制度，本地今年5月要来施行，不过因为疫情爆发，这卫福部为着要减少民众负担，暂时无来做。台湾私立医疗院协会发公文给卫福部，认为国内疫情渐渐稳定，会当把这个部分负担的制度伫8月来推动。准备要落任的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目前伊无适合来讲这项政策，也相信讲说落来部长会把这代志做好势。健保财务的情形是真严，医界原本期待5月中实施健保部分负担调整的新制来改善体制，不过卫福部伫5月12以疫情爆发减轻民众负担为理由，暂缓实施。今年年底选举就要到啊，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要参选，医界烦恼执政党敢是会考虑选票，等到选举了后才来调整。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拜伊发函予卫福部，认为落实使用者付费，抑个健保永续经营，应该赶紧实施。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而且是很难得达到的一个的平衡点。那应该要尽快实施哈。那当初5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现在疫情给欺软了，那政府也采取跟病毒共存的新台湾模式了，没有理由说不推动一个。已经是待离之人哈，等待要离开的人。对于这个政策在这里说三道四也不适合。我相信继任的人跟李部长、李署长也一起会把它做好来。大家时一个陈时中回应讲，后续这边部长会好好来处理，医界敢会当等待。协会分析，这个方案同步调整急诊、药品、卖相药单、检验及检查部分的负担，以医学中心急诊做例，轻症的患者无经过转诊，部分负担会调悬到800块，加上挂号费就超过1000块。会当减轻健保财务负担差不多100亿，不过影响的是部分的使用者。今年若无做调整，明年健保安全准备金伫1个月以下，到时可能就要全面起健保的费率，全面拢会受到影响。新制在目前为止都还在缺乏对弱势的保障措施以及监测指标的情况下，其实是不应该贸然上路。医界会认为讲，这个部分负担的新制，并无照顾弱势族群，应该规个做检讨，而且举例。药品部分负担，新的制度会予慢性病患者每一年爱加负担1000多块。检查甲检验部分负担起价，嘛加重急症患者的负担。呼吁卫福部唔通为着要找财源，加重患者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这个国内旅游补助7月15要来施行咯，上济一个人呢会当省到1300块的饭店费用。即马婚姻关走大省，讲使用相关的 App 会搁再另外优待500块，甚至有业者配合政策，上低会当升到1750块。想要到呢，这10时开放登记，无到2点钟的时间，就已经互旅客抢了了。观光工厂内人真多，经营秀罗甲药妆灯湖，各地景点灯条陆续出现，配合观光局将伫15点场的各路补助，每人达暗相关补助1300，婚姻官宣布增加，只要下载相关 App 就会当得到大数度500块的优惠。100万名车，然后 iPay 还有 Gogoro 这个抽奖活动，100万的消费券跟住宿券，100万的这个自驾游的一个补助，团体旅游的这个补助，100万的安心旅游，我们推出4个主题。去年的那个消费券来讲的那个100万名车，大家就很乐意。他可能买300多，我们就说你再增加一下就可以，有可能中得100万名车，他们就会去增加。趁人潮回流，婚姻官并在地旅游，要协助振兴相关产业，也有旅游平台业者得到观光局核定，会当提供大数补助，所以推出几项的优惠，加相关450的拍折，若果民众同齐得到各路补助加平台拍折，等于是大帮相关都1750块。我们近1个月其实单周都有破9位数的一个营收，特别去做了一些补助的加码，就是我们可以最高可以再并用我们的折扣码，可以最高折抵到450元。12点上线之后，那目前的话已经也接近额满的一个状况了。因为疫情影响民众这2年无法度随意出去旅游，也毋过即马有乐途航空伫2021年4月暂停大阪飞台北航线了后，今年9月搁要重启营运，期待疫情了后的复苏会当互全球各地交流陆续恢复加热。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在7:41的时阵，台东外海发生规模4.6个地震，地震中心伫咧台湾东南部海域，连这个台东、台南、嘉义、云林拢有2级。这地震了后，在10点左右，宜兰龟山岛搁再出现规模4个地震。虽然气象局表示讲这2个地震是无牵连，不过地震了后，大约是1点钟，这个龟山岛也出现真特殊的景象。在这个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这个龟山岛古灵湖附近呢，除了有白烟冲出来，甚至也搁这烧滚滚的土浆喷出来。导览员也讲，已经是10多年唔捌发生这款的景致咯。那这届的地震敢有互相牵连呢？恐正是搁爱需要观察。伫咧13暗时咧出现今年上届大满月，而且搁撞到大楼，真侪沿海地区都出现这海水倒灌的情形。在去台南安平运河边啊，就因为这海水倒灌车路积水，甚至有淹入去人家厝，真侪内面的电器浸水歹去，民众无用伫咧摒扫。抽水机继续运转，将流去大路的水抽倒转来。13暗出现今年上大的月圆，阁是8楼。这是透早7点外海水倒灌，予台南市安平区街区地区出现积水。市府虽然早架设抽水机备战，不过安平路、东平路等地也是出现海水倒灌，因日徛街积水马上灌到30公分，厝内电器也浸水受损。后壁灶骹，你看。我无法度煮饭啊，即有摕落啊。所以浸水较摕啊，就对啊。系啊系啊，仔头较大。哦，你一个人？系我家己人遮来啊。住在遮呢有足恐怖的。系啊，足恐怖啊，无法度啊。民众无来讲，当地过去虽然也有海水倒灌，不过这摆上严重，互伊缺水缺甲腰酸，甚至积水了后1点钟，大马路的水拢全退，溢出来也咧积水。外面的水经由水库的水之后，造成这边的一个路面一个溢流。那在接获民众通报之后，我们政府机关马上就紧急派员来处理了。目前是没有安全上的一些疑虑。市府水利局表示，因为年度天文大楼影响，安平区安平路甲乌美街、高车路、参东平路这2个所在，早起大约8点局部积水，已经设4台抽水机伫水门甲街区地区抽排，积水1点钟了后消退。不过气象局提醒，15日天西南部地区中涝期间，沿海街区区域也是有可能海水倒灌局部淹水的现象，民众爱多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昨有一个越南的新住民对云林骑奥多巴就高速公路，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随去抓人，伫台中大雅交流道无该撞到，不过咧随后真紧就推着这个查甫人，目前依照公共危险罪该移送法办，而且这个新住民也着爱吃罚单。一个负责人伫高速公路顶悬是批真凶，4架警察车甲围起来，不过伊煞拢无咧甲休。警方讲，这个负责人是来台湾结婚的越南籍姓魏的新住民，因兜住伫咧云林，13下晡骑奥多摆，伫国道1号彰化路段一路向北边骑。警方的巡逻车伫咧上北218公里的所在一路甲入，不过也是去走去。过程当中，甚至还佫出现颠倒头向骑车惊险的画面，而且沿路有真侪赛车的民众拢有看。前面有堵车了，不知道要怎么，警察不知道要怎么去办。哎呦啊，危险，真的危险！哎呦，在踢警察车子。这个姓魏的负责人，尾手是为台中大雅交流道骑落，伫高速公路顶悬拢总是批43公里远。警方伫迄天暗时有找到伊约谈，会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还佫有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包括甲奥多摆骑去伫高速公路，伫咧路面乌白撇来撇去，为配合警方的稽查甲逃走等等的行为，罚29000块以上，60500块以下罚款，而且吊扣伊的驾照甲牌照6个月。本大队派遣线上巡逻车及会同家属于当日晚上7点多带回本大队进行约询。除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外，另违反道交条例告发总计罚款至少约29000元起跳。警方强调讲，迄当阵无硬甲查落来。是惊这只奥多摆失去控制，造成其他民众的危险，敢若会当用围起来方式甲伊驱离。呼吁骑奥多摆的人毋通超工骑去伫高速公路，若无除了爱食罚单以外，嘛会有相关民事甲刑事的责任。
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疫情、战争甲通货膨胀危机伫咧影响，而且拢无停歇，国际货币基金会甲今年还有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调幅较低。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创下年前 1.9%， 是这40年来上界悬的。联准会也会继续来调悬这基准利率，和这个欧元换美金的比率咧出现1:1。真侪美国人颠倒去到欧洲咧开大钱买物件。拢感觉讲这物件变较真俗啊！20年来头一届，欧元换美金的汇率突破同款的金额，达到1比0.9998美金。了后反弹，巴黎乡下大道迄箍咧啊，当地美国入会美国游客大包小包是买甲欢喜甲。Very excited that our American dollar is so strong. Just when I'm coming to Europe, so it would definitely encourage me to shop more. It's like it's on sale here, so we're having no problem shopping. 汇差加上退税，美国人伫遮买一个贵贵的香奈儿皮包啊，可能会当省1000块的美金，差不多台票3万外。就算无买国际会，去欧洲旅游食较大，嘛拢会当感受到价钱变较俗。Hotel was a little less expensive, food is a little less expensive, and we can do some things that are luxuries that we enjoy. 欧元换美金的汇率，从今年测到单已经61.5%，主要的原因是甲罗西亚制裁、地区能源缩限、通货膨胀加悬。不过，在经济衰退压力之下，欧洲中央银行起利息的速度无像美国联准会遐紧。即卖欧洲人因为欧元变薄面临压力。欧洲上大经济体德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起7.6%，靠社会救济民众是愈来愈多。Glaube ich, kann man nicht genug betonen, dass wir wirklich eine dramatische soziale Krise haben und die sich auch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noch mal verschärfen dürfte. Ich glaube, wir haben das Ende der Fahnenstange in vielerlei Hinsicht noch nicht gesehen, gerade was auch die Inflation, die Preise betrifft. 因为战争、疫情甲通货膨胀的危机无停歇，国际货币基金警告，全球经济发展无乐观，会调低今年甲明年经济成长的预测。其中对美国成长的预测已经为4月份的3.7%调降做2.9%，12个降到2.3%，也若失业率是加悬到3.7%。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讲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继续伫咧加悬，6月这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这40年来上界悬的，物件一直起价，民众也伫咧卖怨。根据《纽约时报》上界新的民调显示，讲拜登的施政满意度只有33%。为了要减少这通货膨胀，拜登拜三要去拜访中东国家，希望因会当增加这石油产量来降低油价。美国通货膨胀来到新悬，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报告，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加9.1%。Peaches are $1 each. It's kind of crazy. 随上美国 CPI 5月份的起价幅度就达到8.6%，6月份毋若比预测的8.8%较悬，佫创下1981年11月份以来上界大增加幅度。物价起无停，主要原因就是汽油甲食品价格一直真贵。All last year, this began, and they did nothing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temporary. Well, I think the Federal Reserve said it was temporary, so I think maybe we could blame the Fed more than we can blame President Biden. 总统拜登13日声明中表示，6月份的 CPI 悬价无法度互人接受，不过数据已经过时啊。因为过去30天的油价已经落价啊，不过这个讲法，民众是不是相信，这是另外一回事。《纽约时报》10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施政满意度干了33%，甚至连民主党支持者原来有64%希望2024年换人出来竞选，只不过拜登唔捌讲伊无要选啊。Are you predicting a Biden-Trump rematch of 2024? I'm not predicting, but I would not be disappointed. 拜登13开始展开上任了后，头一遍到中东访问，重要任务就是要说服波湾国家增加原油的产量，压低国际油价。另外，也想要改善以色列甲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来对抗伊朗、俄罗斯甲中国。You, in the past, said you'll do anything, and you say it again that you'll ensure Iran would not acquire nuclear weapons. Does that also mean, sir, that you would use force against Iran? Is that what that means? If needed? That was the last resort, yes. 不过，拜登前卡早踏入中东，俄罗斯总统普廷后卡倒对来，后礼拜也要前往德黑兰甲伊朗土耳其总统进行3方会谈，甲美国竞争的意思正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随着全世界这粮食也有一个燃料价格一直的情况影响，民众拢过加真辛苦。就算巴拿马政府已经宣布要降价燃料，甲一寡食米价格，有关有上千人去到街头示威，抗议通货膨胀甲政府挣钱。那阿根廷的农民是抗议政府这税金扣了上过重，爱赶紧拨汽油落来，这机器有法度运作，才有法度收成。街路无啥车辆，抗议民众街路占条的压力激烈抗议。随着粮食燃料价格一日起的影响，巴拿马过去2礼拜有工会工人将领街路示威抗议，和部分重要的公路封闭，嘛是巴拿马过去30天来规模上大的示威潮。虽然巴拿马总统科迪索伫11宣布调降汽油的价格，嘛停止10几种基本食物起价，严国民众有怨不满。El precio exigimos que quede en 3.0 como precio base. ¿Cómo él pretende que con 10 alimentos de la canasta básica que anotó vamos a poder subsistir? 同款部分政府个阿根廷当地13有农民组织发起抗议，暂停粮食甲新竹的交易24点钟，抗议政府干涉市场收税扣税相关。伊个规定，各部肉品出口的配合，互上客农民同时阵要求政府伫农收的季节供应农作机需要的柴油燃料。El gobierno tiene una visión equivocada de lo que es el campo. Evidentemente, en sus diagnósticos equivocados nos lleva a una excesiva presión impositiva, a un doble mercado cambiario que afecta a la rentabilidad. 若是匈牙利13个街路嘛出现抗议人潮，连续2天封锁主要的交通，数千名示威人士聚集伫国会边仔的主要广场，抗议政府昨日通过税务新法加重扣税，影响人数达到50万人。严格政府认为过去的税务系统互企业有别用，造成企业用申报毋是聘用的方式，导致差不多149亿到2200多亿的代票，所以才会受罚。第二引起抗争的原因是包括英国《卫报》这媒体压出跨国公司 Uber 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向欧洲各国政府用利益交换的方式提供新创公司的股份，打造对 Uber 发展有利的环境，和真正意大利的客运车司机不满政府开放跨国公司 Uber 加入运输市场的竞争，13在罗马发动抗议，敦促政府守法。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益。罗西亚和乌克兰的代表13和联合国土耳其举行4方会谈，这乌克兰5国出口的问题目前有新进展度。安算伫咧伊斯坦堡成立乌克兰5国协调中心，希望后礼拜就当签署协议。另外，北韩第13承认乌东2个共和国是独立的国家，乌克兰也是宣布要甲北韩断交。自3月29谈判破裂了后，乌克兰甲俄罗斯代表13伫土耳其甲联合国的其中协调之下，再度伫伊斯坦堡公岛。这场4方会议经过3点外钟，传来好消息。Today in Istanbul, we have seen a critical step forward to ensuring the safe and secure export of Ukrainian food products through the Black Sea. In a world darkened by global crisis, today at last we have a ray of hope. 乌克兰是小麦大麦贩卖等谷物的出口大国，国中央全球市场交易量中，我一半的归回之油。要过俄乌战争爆发了后，俄军封锁乌海东段出口，至少有2200万吨的乌克兰谷物放置仓库。Arasında İstanbul'da müşterek bir koordinasyon merkezinin kurulması, limanlardan çıkış ve varışlarda müştereken bir takım kontrollerin yapılması ve ayrıca gemilerin buradaki tahıl ve diğer gıdalar taşıyacak olan gemilerin seyir rotalarının emniyetinin sağlanması dahil birçok teknik ve taktik konularda da mutabakat sağlandığını büyük bir memnuniyetle burada gördük.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拢乐观表示，后礼拜有希望达成长期买的协议。不过有政治分析家指出，恐惊有望有变数。Russia is not that much interested in making any concessions, as it wants to get concessions from the West. That's why the harsher is the problem felt by the West,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regard to the food crisis, the stronger Russia's positions. 另外，俄军伫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北韩13也正式承认位伫顿斯巴地区的顿内茨克甲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是独立国家。
乌克兰政府表达强烈不满，随即宣布甲北韩断交。公司新闻王安芳编译。甲这大金门、小金门接起来，金门下海大桥咧已经到最后的收尾阶段咯。按算10月中会当通车。行政院表示讲，为着这短短5分钟，政府是开12年的时间，也强调收掉这金门就是收掉国家。画面内底是咱国内头一条下海大桥，拢总有5.4公里长，下过金门甲烈屿，按算伫7月底接获大巴，要拼10月中通车。金门大桥规划双向，拢总2个汽车道，而且有人行道甲自行车道。因过若为金门要坐船，去到烈屿差不多要15分至20分。若通车了后，塞车干那5分钟就会到位。我家在小金门，那平常就会受限于船班的限制，可能9点、10点之后就没船，或者是雾大、天候海况不佳，就很容易停航。那有大桥之后，就可以没有这些限制，就可能对上班还有民生采买来说，就会很方便许多。小金门几乎都是以老人居多，年轻人几乎都是在往外跑。那至于大桥通了之后，晚上也比较便利。要起这条下海大桥是真无简单，唔但爱伫海顶施工，也搁爱克服透风、铺力，还搁有海涌的冲击。水深有达到23公尺哈，那我们一般国内哈大概都是就像淡江大桥最深也到6到8米而已哦，所以我们第一次是在海中做钢箱围堰来施工装冒，它所承受的浮力是达到4647吨的一个浮力哈，所以钢箱的一个施工是非常辛苦的。交通部表示，金门大桥已经在完工通车的阶段，目前工地要当积极伫赶工课，因应用建不价起价，第4届修正计划经费。按算会增加4亿9500万，目前由国发挥审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讲今年1月到3月，这电动奥多摆的挂牌数量比去年同时间增加7000台，新领牌奥多摆有1成左右。环保署6月也推出换电动奥多摆，通领1000块碳权奖励金，这正式施行到单，要到9000件来申请咯。新车款公开前，国内市占率第1个电动机车品牌，先公布统计数字，讲咱台湾20至64岁民众，每1000人都有926台机车，这么多人骑也真使人意外。也表示，其实女性骑电动车比例比男性较侪，所以因这届是由女性设计的轻卡安全车款，主攻女性消费者。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满足女性消费者的需求。而那就是我们认为市场的一个可能的机会存在点。推广电动车来减碳是国际趋势，目前中央甲地方都有买车补贴，环保署是针对汰换老车改买电动机车所减少的2.3吨碳排，会当做碳权交易。有奖励金1000通摕，折扣阁加注到1500块，新的环保局加注到2000块，希望会当吸引民众换骑电动车。大概统计从今年初到现在已经全国有将近9000辆，就是9000位民众已经经由这个汰换来取得这个减碳的效益。主计总处统计，今年1月至3月，新挂牌电动机车比去年同期增加7000台。不过为整体趋势来看，申请补助买车为10年前慢慢啊升悬，到108年冲到高峰，后来受到疫情加政策这因素影响，佫落来。今年1月至3月，电动车占整体新挂牌机车的10.6%，离国内净零路线2030年市面上所卖的电动机车爱达到35%，也差真远。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目前这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已经超过400万人咯。这中医师工会表示讲，确诊了后，大约有60%的人是会好也未完全，会出现讲感觉真忝、身体虚，出现这新冠病危情形。也强调讲，确诊了后的4礼拜就要好好调养。可能讲个2句话，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讲，我就必须要喝水，润喉等等状况。张老师讲，家己5月底确诊，出关2礼拜后，若熬打，甚至规个无声。伊讲驾车甲20年来从来唔捌安尼，去看中医调2礼拜，明显改善。我是用中药的辛夷清肺饮，加桑菊饮，加桔梗、鱼腥草，加薄荷，这个剂量就是伊看伊的体质。
的重量啊，落去分配安尼，一礼拜效果就真有好啊。中医师表示，病症论治的用药效果拢袂歹。对实证医学的角度来看，确诊期间紫苏、薄荷、臭草草、黄芩会当阻挡病毒，提升免疫系统。因若开腹期、袂冬、青期、担心，拢通改善细胞纤维化，改善心肺功能。不过强调 COVID-19 的病情有分，4礼拜内要算是急性期，需要用抗病毒的药方，才通把病毒量降到上低。刚解隔跑来我门诊，我会告诉他说，你现在还是在急性期的阶段，你并不是长新冠，我们还在处理你这个新冠的外感。新冠一号治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转，就是来抑制免疫风暴。即使你没有产生免疫风暴，但是你在身体所产生的一些免疫反应，会在多器官产生一些不同的伤害。医师表示，病母的症头若超过3个月，才算当新冠。WHO 统计发生率大约10%至20%。中医建议出关了后，要需要阴阳气血调理，才通恢复本地的元气。因若病母的状况甲恢复期，要看个人体质、调养方式甲时间拢无同。记者阿明真郑派文台北报道。最近这几年，接着发生这医生去互病院赶走案例。今仔日就立委参医生的权益团体召开记者会，讲大部分的医生无受到劳基法的保障，要求中央政府就要把这主治医生嘛列入去劳基法的保障范围。落实医师劳权，提升医疗品质。提升医疗品质。大声发口号，要求主治医师列入劳基法保障。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常务理事詹志军表示，伊过去无缘无故就互病院通知讲无要继续聘用，劳基法煞无法度保障伊的权利。我成立工会的时候呢，就有人资告诉我说，詹医师你有什么不满？你如果不满你就离职嘛。医师没有纳入劳基法，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说医院会不会增加人力成本，他想要利用我可以任意的不续聘来掌控医师这个族群。詹志军表示，目前只有4000个非公立病院的大医医师受到劳基法保障，无到全国医师总数的1成。这若造成医师劳动权益受害，也影响民众的医疗品质。呼吁主治医师嘛要列入劳基法保障。我们会带回去，带回去。卫福部考量这个医疗形态特殊哦，主治医师自主性高。所以认为将主治医师纳入适用劳动基准法有难行之处哦。那但是目前卫福部已经推动医疗法修法，规划拟定这个聘雇医师的劳动权益专章。所以劳动部会持续的配合。医疗法要规范的，就是卫福部两个一来管理，一来管理你就是球员兼裁判。台湾医疗劳动正义甲病人安全促进联盟表示，病院是卫福部的管理，但是立专法劳工管理也互卫福部负责，会有权责不分的问题。因认为只要行政院下行政命令，就会使使用现有的劳基法来管理全体医师，伫劳权各方面拢会较适合。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伫咧无共款的国家，当然就是有无共款的职业环境。有一个伫咧中国假册台湾学者，伫咧中国遭受人不公平对待，说是无人有法度改斗3天。今仔日就参民间团体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希望用家己的做句，呼吁台湾人去到中国就要较细腻。我回忆起来也是蛮痛苦的，就是说，他说在这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驱逐出境。你有听懂吗？他在威胁你人身安全。捌伫中国假册3天的周博士讲，点对花食头路的这几天，就亲像一场噩梦，不只受到人力打绿花标签，薪水嘛互乌白扣，还有满期了后，总算返来台湾，不过身心状况完全害去。回台给心理很健有一个重度的忧郁，还有重度的那个焦虑，还有强烈的自杀倾向。我不需要再有下一个所以这是今天我站出来的原因。周博士表示，国台办碰风讲，目前有2000多的台湾青年学者伫中国各地假册，宣布公开一张认得等等的黑暗面。伫中国这种人治社会，嘛找无有实际意义的申诉管道，批评回台政策根本是政治圈套。与会经济民主联合嘛要求政府要建立保障人身安全的联络机制。初步要在自愿的基础上，依据风险的高低，由赴中国的国人以及政府机关，或者是受委托的机构约定人身安全的定期的联络方式以及频率，保障国人服装人身安全。
经济民主联合表示，各林赴中国有不少人被消失，政府所部福岛第一时间得到通报，建议政府要确定现有机制，建立各林赴中国动态电力系统。陆委会嘛表示，目前若民众到中国，会有关怀简讯提供紧急联络电话，若危急，嘛通联络海协交流基金会。若是建立中国动态电力系统，未来会根据政策做参考。记者在今日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讲到绿岛的双河打这个无爱石上登记了后，经过台东农业处的调查，发现是县政府的外包厂商进行港口整修的时阵，改弄歹去的，已经罚3万块咯。不过，有长水教练讲有看到大片的酸乌打，叫这铁链啊，还专定地歹去。农业处表示会找厂商和保论师来做讨论，看爱安怎做才会当解决问题。罗海唱水美丽的双湖景色，看伫眼来，绿岛石龙唱水区有丰富的海洋生态。伫顶个月底，当地唱水教练看到这一个景象，心动脆啊！这是和唱水客讲是福华岛无爱石上的双湖打已经断成2季倒伫沙地上。一下去就发现水里面的石头非常的凌乱，然后有被拖行的痕迹。对，我没有去想说它可能是人为的。因为无爱石打体积真大，教练唔捌想过会是人为破坏。经过农业处调查了后，认定是官府几外厂商造成。因为绿岛南寮渔港商包商伫进行港口再修工程，对交通船进出港口稳定真重要。因为马涨价爱为台湾本岛分散，船只入港进前爱落定动车，才会造成双澳达无爱石上登记已经罚3万。当时第一次品牌船过去有破坏到我们的一些。那个珊瑚礁，那这一部分我们依照我们的渔业法，我们也已经做裁处的动作，我们先开罚了3万。几外厂商方法已经要求改善，也无这2天，佫有另外一名教练落水，看到同一个海域内有瓦仔索甲船艇缀伫双湖大群顶。农业处表示，会请厂商甲当地唱水教练等人开会讨论，找出工程进行甲减少环境破坏的解决办法。这毛婶他以为大海里面就是沙地啊，或者是固定的礁盘，他没有想到他们很多台湾的海域呢，都有可能有珊瑚礁。施工部门呢，应该注意公安的问题。双湖大风破坏以早不时发生，顶个月初依然也发生海洋保育署为了感谢双湖，伫双湖顶定野顶来定灰，学者点出，咱若更提顶直接破坏双湖大，真可能真歹恢复，甚至造成死亡。无论什么工程进行，还是学术调查，拢无应该疏忽珍贵的海洋资源，伫发展甲保护之间找到平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卫武营的公共空间有一台钢琴，这台钢琴免登记，开放予民众、大人囡仔拢会当来到这个所在弹琴。所以因为这钢琴登记拢放伫户外，不时有民众甲这个弦仔线弹甲断去的情形。这3年外以来咧，断超过100多条，卫武营一年就要开24万做整修。这个15岁高中生甲卫武营户外广场当作表演舞台，无论你敢会晓弹钢琴，这台公共钢琴逐工拢开放，而且唔免登记，唔免预约，你想要弹，随时拢会当弹。我们回来台湾是2-3个礼拜，然后都没有机会去弹钢琴，所以看到这个那么大的钢琴，也要弹一下。我每次来的时候都有来弹，然后我觉得它放在这边还不错，刚刚好我喜欢运动，然后就骑车来这边可以运动，然后又可以练琴。在这个开放的空间，然后可以让市民享受这个音乐，然后又在这个这么恬静的一个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对，我觉得这感觉就像国外一样。卫武营是3年前，把这台演奏厅倒台的钢琴搬来广场，无论大人囡仔随意轻松弹琴，嘛已经成做卫武营上水的风景。有民众是固定逐工来弹琴，毋过钢琴长期放伫户外，不时会出现琴弦断去。除了逐个月爱请人来调音，半年就爱大保养，甲钢琴零件拆开清理。因为大家来弹的这个频率还蛮高的，所以常常那个琴弦，因为那个琴弦它暴露在这个空气里面，所以它很容易它会断掉。已经3年了，就起码断过100条。徐梦维护这台琴一档爱开24万，
简文敏认为，自将公共广琴出现，琴声甲人自由交流分享，才不时传出琴声，才互维母爷活起来。记者陈亚文、大伟做高雄报道。花莲县政府最近公告2个县定考古遗址，花莲市的七星潭400高地，另外一个是岛溪乡的黄麻遗址。特别是这七星潭出土的文物是3000年前的文化遗址，真珍贵，咱做回来看卖。这是花莲市七星潭海基的400高地，树林内底防污开的所在，是花莲县政府新公告县定的考古遗址。考古人员伫遮发现济灰仔，还有用过掠鱼的物件。经过鉴定，是新石器时代留下来的物件。3000多年前，当时的人群生活在这里嘛，那他们因为利用河海资源，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地，我们当然是发现了非常多的捕鱼有关的那个器物，那最多的就是网坠。因为七星潭原本的居民大部分都已经把地卖掉，而且搬走啊。20多年来，因为开济民宿，而且大部分拢是外地投资人。即马400高地这块地啊，从公告是县定考古的遗址了后，以后若要开发，都要更加注意。伊若要挖，应该是无啦，应该对阮家一般的徛街应该是无什么影响。其实也没有不好啊，暂时的进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等到它正式发掘完毕以后，它可能就会再开放，也可能。另外，伫岛溪乡往玉山国家公园瓦拉米步道6公里的所在，嘛发现1000多年进前的麻房遗址，是甲本论区的座落的物件保存甲真完整。官府强调讲，民众伫这个所在若受发现古物或者是遗址，都要先通知文化局，若是暗坎消失搁开发，会防以违反文字法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今日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咧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